男人用面包和钻戒把女人和爱情落实了，而女人依然只用情绪般的爱情想牵制男人，也因此赢得了歇斯底里的专用名词。看起来男人活得比我们女人老练多了，我们也来重新设计自己的生命吧。设计是用一点想象力来规划生活的创意，逐步地实现工作中许多小小的梦。这一生真是一趟永不重回的旅程，我不要只是注定爱恨和生和死，谁甘愿毫无创意的安排，谁甘愿随意粗糙的生活。我不要在浩瀚的宇宙间永远和时间赛跑，我不要在无谓的竞赛中永远只是当个输家，让我们由衷的生活，让我们由衷去爱，让我们由衷去爱。是一场唯有一次的选择，我不要只是无奈草率在生命中作图，谁甘愿毫无创意的安排，谁甘愿随意粗糙的生活。我不要从无数的遗忘中才能够再次拥有，我不要从无数的梦想中才能够丰富的成长，让我们由衷的生活，让我们由衷去爱，让我们由衷去爱，让我们由衷的生活，让我们由衷去爱，让我们由衷去爱，让我们由衷的生活，让我们由